頭先有講到話，本身就想即係修訂建築地盤安全規例嗰個罰則係最高15萬啦。依家咧就會想係3000蚊咧，但係嗰個咧亦都牽涉到就係醫衞局嗰個即係吸煙公眾健康條例咁樣，反而就仲需要耐咗時間，可能局長話要多2-3個月咁樣啦。應唔應該係？就係3000蚊就即係睇齊喺街嗰度嘅吸煙啦，定係其實應該不如都係花多少少時間set 一個高啲嘅一個罰額，咁就會令到好似地盤食煙有個感覺就係嚴重過喺街上面食煙，用多少少時間適唔適合咧？我覺得咁講法啦，即係可能因為最近即係嗰個迴響比較大啦，我諗政府好多時候都要揾翻一條線嘅，咁條線就可能覺得大家吸煙就嗰條線啦，咁啊容易去解説啦。不過我覺得翻轉頭咧，即係我哋真係要將呢件事情咧好人性化咁樣樣去諗一諗咧，可能喺一啲唔同嘅措施上邊，譬如我理解啦嚇，咁你話叫個爬網工人喺半天吊咁樣樣，咁佢可能以往咧，因為你唔俾佢食咧，佢偷偷摸摸，咁就仲麻煩，即係吸兩口一抌咁啊大件事俾人見到，咁可能真係喺個地盤管理上面講得好清楚，因為有啲人真係有煙癮嘅，咁佢即係我哋叫俗語叫充電啦，咁啊俾佢擺翻入去室內嘅時候，叫佢一定要即係個安全就係你必須要係整熄咗佢，好清楚咗整熄咗佢嚇，咁甚至你話講笑咁講，你影幅電話、影幅相，即係證明你已經完全整熄咗佢。咁可能仲實際啲，因為依家問題就係咧，我哋有陣時係唔係好實際，即係因為好多工人佢可能吸咗好耐，我哋都希望咁，但係問題佢煙癮頂唔順，咁佢啱啱掉喺個天上邊喎，係嘛？咁點算咧？咁可能佢就以往我見到好多都係嘅，即係有機會就係佢偷偷摸摸做咗啦咩啦。咁如果講翻轉頭講笑咁講，如果可能當時有電子煙唔禁咧，對佢嚟講就冇火咧，就可能會好啲。不過呢個就當時我哋絕對冇諗過呢個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喺個實際環境上邊去操作嘅時候咧，反而喺地盤管理上邊咧，大家好地講清楚咧，就會容易啲。因為如果唔係咧，過往好多時候個問題就係佢偷偷摸摸啦嚇，或者根本上唔知係見到人就一抌就大件事啦。咁反而佢真係好地去清理咗嗰個即係煙咧，即係所有嘅明火啦，簡單呢個唔係淨係煙嘅，係咪所有嘅明火？咁譬如你燒焊啊，各樣嘢都係要好清楚嗰個做法啦，同埋可能仲有個地盤管理就係譬如下低嘅易燃物嘅問題啦，點樣跌落去都唔係，可能好多問題要整體去講㗎啦嚇。我想問周思傑啦，頭先都有講過地盤嘅管理啊，其實而家係咪都就住最近期嘅不停嘅事件啦？其實而家地盤管理嚴在個黑名單係咪真係已經擺咗喺度㗎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唔聽一次唔聽兩次，真係冇得入去打工啊？還是其實都係暫時勸喻性質？以你所知？其實地盤管理方面，關於禁煙嗰啲咧，唔係大火之後發生嘅。其實之前咧，我哋都一般嚟講咧，其實管理方面咧都有執行係地盤俾食煙嘅，呢個係出於安全嘅考慮啦。至於黑名單咧，其實行內都盛傳好耐㗎嚇，唔單止係吸煙嘅，佢可能做嘢做得唔好啊，或者即係對呢個人有意見啊，都存在一個黑名單嘅。呢個咧喺行內裏邊好似係一個公開嘅秘密啦嚇，我哋又冇確切嘅證據嘅，但係咧就我哋大火之後咧，其實有一啲承建商又好，或者發展商都好，公開講嘅話即係永不錄用啊嗰啲啦，嗰啲就係即係我覺得就唔係幾好啦嚇，好容易形成一個黑名單。咁但係喺地盤嗰度係實際上點樣操作咧？雖然話公司會有監管喎，咁但係會唔會都仲見到上面學管浩鳴話齋，仲有啲人係會偷偷摸摸咁食嘅？喺地盤嗰啲高空啲嘅樓層都仲係發現到啲煙頭嘅。呢個咧，我覺得係地盤嘅一個陋習嚟嘅嚇，亦都有啲工友係即係煙癮大嗰啲咧，確實係存在嘅嚇，尤其係即係大火之前啦嚇，咁就呢個好視乎嗰個地盤嘅管理啦嚇。我哋地盤咧所謂管理咧，我哋有好多個層次嘅，我哋有安全主任啦，有地盤管工啊、判頭嘅管工啊，或者工友互相嘅監察咁樣啦。咁喺過往咧，我哋都係靠呢個即係呢個去執行嘅。每日其實我哋都有巡查嘅嚇，亦都有罰則嚇。咁呢個咧，只不過係一啲家規嚟嘅啫，冇一個法律嘅基礎嚇。咁如果我哋即係有個法律嘅基礎之後咧，相對嚟講，對於地盤管理去執行或者個動力方面係會好啲嘅。即係話其實咧，平時都有執行，但係你只要冇條
法律就大家未必睬你啊，係嘛？其實我自己就更加關注嗰啲唔食煙或者佢食煙但係佢守規矩嗰啲，因為事件歷歷在目，大家都驚噶嘛。你覺得點樣先至可以保障到食煙嘅人嘅基本權利，同埋唔食煙或者佢好遵守翻工嘅時候我唔食啦，就雖然大埔事件仲要調查，大家都有啲人驚噶嘛。你自己即係作為大家一齊有偈傾㗎啦喺行內，你覺得點樣先至平衡到呢？即係下罰15萬就好，聽落去都覺得好過分啦。但係3000蚊就似乎我喺街食煙都係3000蚊㗎啦，就個阻嚇力會唔會唔夠？我覺得都唔會嘅，因為3000蚊咧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嚟講咧，其實都係一件事嚟嘅嚇。即係如果你係俾人罰3000蚊，都會好心痛㗎。我相信係會有一定嘅阻嚇力嘅。至於公平性方面咧，我覺得即係好公平㗎啦已經，因為咧你唔食，你咪唔會損失嗰3000蚊咯。若果你食，你就有機會係俾人罰款3000蚊，甚至乎可能5000，可能俾人辭退。呢個咧就係嗰個成本嘅責任嚟嘅。咁你話公唔公平咧？你唔食咪公平咯？我哋若然日後啦嘅修例，無論係最高15萬又好，定額罰款3000蚊都好，都要執行到先至真係有個阻嚇力㗎嘛。如果咪擺喺度冇人驚嘅咁點樣真係可以入到去地盤嗰度真係執法，然後令到一啲本身會隨處吸煙嘅工友真係唔再吸煙啦？點樣真係先至可以真係實際咁樣執行到咧？嗱，你問我咧，嚴格嚟講咧，可能依家嘅修改都未必係完全得嘅，因為好似你所講，咁你邊個可以執法咧？因為有特定嘅人先執得法㗎嘛，係咪？咁可能最簡單嘅咧就係話，你地盤裏邊根本工人咧就唔應該有煙喺度添，即係你一有煙咧就已經係當你係有問題㗎啦嚇。咁我覺得呢個就最簡單嘅方法咯，因為你如果唔係，你要睇到佢食係咪有證據咁樣？咁個證據好簡單，就係在地盤範圍裏邊咧，唔準帶香煙或者火機。咁呢個就最簡單嘅方法。但係呢個就會變咗唔係法例嘅要求，就係落到去公司層面嘅要求啦。你兩個睇法嘅啫。咁如果你話暫時係咁啦，法例可以修改嘅，係咪？咁如果法例嘅要求，即係公司當然可以咁做啦。咁但係法例如果要求話，如果有人突擊搜查嘅時候，咁譬如好簡單，咁你真係有煙，咁你唔使講㗎啦。一個唔係咧，其實你呢個3000蚊都好難罰佢嘅喎，理論上比你同街道仲難喎，係嘛？因為有人入嚟，咁你諗下，咁樣咁佢就停咗，咁同埋佢喺個棚架上邊，你哋點上去揾佢啫，係嘛？咁所以我諗，如果你問我，即係最簡單嘅方法，可能夠容易去舉證嘅話，就可能根本喺地盤範圍裏邊就唔能夠帶煙啊，直情。即係你如果食煙嘅人，你就喺出邊擺好。咁如果你有啲時間，你需要係即係所謂充電咧出翻嚟，咁你攞翻出去啦嚇咁樣。咁呢個就我覺得係最簡單嘅方法啦。我諗因為最主要咧咁多條例當中，我估計因為呢一條咧，大家市民都會關心啲，主要就係大埔事件出咗。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咧就可能會收得相對嚴啲咧，可能市民嘅期望都係咁樣樣嘅，因為特別火種大家都係好擔心啦。我又問下周思傑啦，其實大埔事件之後，咁真係都有唔少傳媒有跟進嘅，尤其是喺地盤出邊咁樣影埋去咧，真係有一啲係寫到明話唔俾帶煙嘅，有段時間啦，可能係一段短時間啦。其實而家個管理係點？有冇啲真係咁嚴咧？其實依家地盤咧普遍都係唔俾帶煙入去㗎啦嚇。咁有啲做得好嘅地盤，佢喺地盤門口咧設置咗一啲儲物架，就俾啲工友咧就嗰啲火機啊煙咧就擺喺出邊嘅嚇。咁亦都加規講咧就係話若果佢哋帶煙入去，俾佢check 到咧，就可能係解僱嘅嚇。咁呢啲都係一啲措施嚟嘅，地盤依家都執行緊嘅。咁我覺得對於即係地盤執行禁煙呢樣嘢咧，我覺得又冇咩難度嘅，因為其實等同於我哋職安條例，我哋喺地盤咧，我哋有安全主任去執行呢啲咁嘅措施啫。不過我就唔係好建議咧，就係因為始終法例嘅嘢咧，你都係要官方先至可以處罰得到嘅。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你要勞工處去巡得咁密咧，又係似乎又唔係咁理想啊！咁當然我哋喺現場，我哋管理嗰啲人，依家我哋都係咁樣噶，即係會有部相機影低你啊，你犯咗啲乜嘢？咁影低咗之後，影低你吸煙，我哋咪報翻俾勞工處咯，跟住就俾張告票佢咯。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可以執行嘅。嗱，我聽你講就係其實已經都唔係依家先至做㗎啦，不嬲都可能有一段時間都唔俾佢帶煙，但係要真係咧，市民大眾無論係上次即係大埔事件，有啲人就睇翻啲片段，就係話都有啲居民成日打開個窗提佢哋唔好再食煙㗎咯喎，咁又或者其他嘅工地都可能有咁嘅問題，咁會唔會就係嗰個執行上，可能個安全主任或者其他人都睇唔到咁多？其實係你有條例，
不過即係學家規啦，我哋叫做，但係執行起上嚟不嬲都存在困難呢。呢個事實係嘅。如果你單靠人力咧，始終你人力有限啦嚇，即係地盤範圍都大嘅，窿窿罅罅又多。如果係有啲奀皮嘅工友，佢真係匿埋食咧，你如果單靠人力嘅巡查咧係不足夠嘅。所以咧，我哋都提倡咧就係用啲科技嚇。依家其實我哋政府都推緊4S 嘅嗰個智慧工地啊嘛，每個工地其實裝咗好多嘅一啲 camera 去監察呢啲安全嘅情況。咁但係咧嗰個推行方面咧就唔係咁理想喎。喺公務工程裏邊咧，其實有90%咧，其實都裝咗好多呢啲咁嘅智慧工地㗎啦。但係我哋私人嘅裏邊咧得20幾個%嚇。咁我諗即係喺業界裏邊，大家係咪可以考慮下即係趁呢個機會，我哋又推行呢啲咧？其實亦都節省咗一啲人力嘅需求㗎喎嚇。咁我覺得呢啲可以考慮。最後問埋管浩鳴咧，就係最近我哋見到由安全帶嘅條例啦，到依家地盤嘅一個禁煙咧，都係醖釀到後期，甚至乎安全帶就實施咗之後咧，先至有一個大嘅修改、大嘅轉變，無論係罰則話好、實施都好啦。咁點解會咁樣嘅咧？係咪可能行政嗰方面咧，或者立法嗰方面喺最初嘅時候做得冇咁足夠？冇真係聽到民意或者工會工友們嘅意見咧？點樣可以日後聽到多啲意見，然後嗰個法例可以做得好啲咧？我諗兩件事似乎有啲唔同嘅，我自己睇法就安全帶咧。如果我冇記錯咧，當時候立法嘅過程當中咧，其實基本上輿論啦或者都冇乜嘢，因為可能大家都覺得戴安全帶冇問題嘅咁樣。咁但係到後期咧，就可能最主要都係個罰則啦，同埋可能個執法度，因為我記得咧就好多市民都有打電話嚟話，即係佢哋覺得放蛇嗰度咧，佢哋比較覺得難接受啲，佢哋覺得即係因為你知道，即係佢覺得喂呢件事好似唔係我犯好大嘅罪，唔係一啲話即係奸人擄掠嘅事情，點解會咁咧？可能我諗呢一度咧就即係我諗我哋係任何嘅法律都係希望幫助市民去守法。咁但係如果有啲同佢自身關係比較多嘅咧，我相信就即係講真句，你唔戴安全帶係佢自己問題嚟嘅啫。咁所以可能教育上邊咧俾多少時間，咁同埋可能大家嚟聽一聽啦。有陣時可能真係聽到有啲嘅時候，我哋咪有啲微調咯嚇。咁今次就當然我估計火呢一度嘅情況咧，可能政府都即係有上一次嘅一個嘅所謂叫做經驗啦。咁可能今次發覺於罰則，因為我諗監禁呢個咧係比較上係大家會敏感一啲嚇，因為你罰錢咁啊，不過15萬都係多。咁但係你話因為兩條條例都係有監禁呢個問題，因為有監禁咧，有啲人就會覺得哇唔係咪啊？我冇帶條安全帶都要監禁啊咁樣嚇。咁我所以我覺得兩件事喺個性質上面真係有少少唔同嘅。不過啱咁巧就係因為有一件事就加埋呢件事嘅感覺上好似一樣咁咯嚇。好，咁啊，我哋今朝早咧同管浩鳴咧同埋周思傑咧就傾到呢度啊。